都係打曱甴。咁相信大家都知道咁最近咁美國嘅關稅戰係進行得如火如荼，咁搞到好多人啊都個走晒出嚟係咁嘈。咁主要係因為美國依家係搞咗一個對等關稅，幾乎向全球各國啊就加徵關稅，就令到好多國家都唔知點樣應對。咁就呢個時候，中國就真係犀利啦嚇！佢唔單止無懼美國關稅戰啊，咁而且仲要第一時間走出嚟作出報復性嘅反擊，向美國徵收額外嘅關稅啊！咁後嚟美國亦都係繼續反擊佢嘅反擊，額外提高中國貨品嘅關稅。而去到之後啊，中國又再反擊佢嘅反擊，全面向美國打關稅戰啊！我咁先係在4月9號嘅時候，美國居然宣布暫緩其他國家嘅關稅，而就只係針對中國徵收125%嘅關稅喎。仆街，炸爛咗條出口添！大佬啊，呢度點會叫人估得到？原來呢一個關稅戰係陷阱嚟先得㗎！即係你睇下依家，你搞到中國尷尬到咧，係咪啊？喂，原先我已經買定包花生，準備睇下究竟中國點樣聯同全球各國啊對抗美國霸權㗎嘛？啊，點知依家美國佬一個轉身啊，搞到其他國家退晒落嚟，又唔敢出聲，然後剩翻中國戇鳩鳩咁企咗一個大舞台中間嗰一度嘅。啊，你話點算好啊？喂，佢走又唔係，唔走又唔係，咁樣喂金鋪就真係濕滯啦！咁所以今日就都好簡單同大家分享一件事俾你哋睇睇，究竟中美之間嘅關稅戰係進行成點樣呢？對雙方嘅影響又有幾大啦？咁入到最後，咁我都會就住一件事去分享一下我嘅觀察同埋分析嘅。OK， 咁好啦，咁喺一條片開始之前呢，如果你中意條片嘅，俾我 like、share、comment、subscribe 我 channel， 又或者可以加我嘅會員頻道支持我噶。如果你想了解多啲，亦不妨可以 follow 我嘅 Facebook， 又或者 IG。咁好啦，咁事不宜遲，我哋而家即刻開始。咁簡單同大家講下呢一件事嘅時間軸先啦。咁就喺今年嘅4月2號，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正式宣布實施對等關稅政策，以減少其他國家同埋美國之間嘅貿易差。而佢嘅做法就係對所有嘅進口商品徵收10%基礎關稅，並且係針對特定嘅國家施加更高嘅關稅。而去到4月3號，咁美國更加係針對進口嘅汽車同埋零件施加額外25%關稅。到4月4號，咁中國就開始進行反擊，咁宣布對所有原產於美國嘅進口商品加徵34%關稅。而一個嘅措施啊，就將會喺4月10號生效。再到4月7號，咁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就揚言，如果中國仲唔撤回嗰34%嘅報復性關稅咧，就將會對中國進口嘅商品額外施加50%嘅關稅。到4月8號，咁美國就正式對中國嘅關稅提高至104%。到4月9號，咁中國就再進一步作出反擊，就係宣布對美國嘅進口商品嘅關稅提高至84%。就喺呢個時候，Donald Trump 佢居然係宣布對大多數嘅國家暫緩對等關稅政策90日，而喺一個期間就只係收取10%通用關稅。咁之但係唯獨是係對中國咧係提高至125%關稅啊！叫咗你唔好玩火㗎啦，阿彌陀佛，拜拜。再到4月10號，咁 Donald Trump 就走出嚟澄清翻一點，就係嚴格嚟講啊，其實對於中國部分嘅商品咧，佢哋嘅關稅就只係高達145%，而唔係125%啊。咁之但喺度都想補充一點啦，就係無論你加到145%都好，都係冇乜太大意思嘅，因為當你加到一個嘅比例，例如係30%嘅時候咧，咁其實人哋都唔會出口噶啦。咁所以就算你加到1000%都好啊，就只不過係數字遊戲嚟嘅啫。而個重點係在於只係針對中國，嗱呢個就真係相當有啦。咁根據2024年中美之間嘅商品進出口統計顯示，咁美國出口到中國嘅產品咧就主要以高科技、半導體、藥物等等為主，而反觀中國出口到美國嘅產品啊，就主要以衫褲鞋襪、日用品、電子產品，又或者係零件等等等等嘅。炸死你吧，仆街！呢兩個熱狗嘅。同大家講笑啫，即係始終每一個國家佢發展嘅定位同埋產業分佈都唔同，就嚟係中國咁樣，佢依家都仲係發展中國家嘅，咁所以佢哋依然係以密集式勞動產業為主都好正常嘅啫。咁而反觀美國，喂，美國係以發展國家嚟噶嘛，咁佢發展高科技、半導體呢一啲都係好合理噶。咁無論點都好啊，即係其實今次中美之間嘅關稅戰咧，一定係對兩國造成一定程度嘅影響噶啦，尤其是係當地嘅人啊，我相信仲要係首當其衝添，不論係美國人又好，甚至係中國人啊，嗰個影響一定係最大嘅。OK。咁首先第一我想講嘅就係咁近呢幾日啦，咁喺網上面都見到好多人因為呢一件事就不斷嘈啦，哇！真係嘈到
黐線㗎。咁根據我嘅觀察，咁我就留意到網上面都有唔少人就喺度不斷留言講到話，其實中國根本就唔需要美國嗰3億人市場，先到佢3億喎，邊個 care 啊？同埋你哋依家美國啦，不斷咁樣向中國加關稅，就只係令到你哋班人冇辦法買一啲中國平價嘅產品啫嘛，最後咪自食其果。老實講句，一啲留言都錯唔晒嘅，咁始終就我剛才所講，呢一件事無論係對中國又或者係美國都會有影響噶嘛。咁但係同時我亦都會話，呢一啲咁嘅留言啊，亦都係忽略咗背後好多嘅事實。就例如有啲人話美國先得個3億人嘅市場，話對比中國人就成14億人嘅市場，話求其每人揾督口水都浸得死你啦。咁但係根據數據顯示，單計2024年，中國對美國嘅商品同埋服務嘅出口金額就已經高達4630億嘅美元啦。咁所以如果你淨係單睇數字、單睇人口嘅話，咁梗係覺得美國市場冇用啦。咁但係如果你睇埋美國市場背後所謂中國帶嚟嘅經濟價值嘅話，你就會發現呢一件事係對中國嘅經濟造成好大嘅打擊㗎。大佬啊，你估人多就一定有優勢嘅咩？即係有時人多就只係食飯多嘅啫，仆街。咁更何況睇翻中美之間出口嘅產品裏邊，喂，你會發現中國出口美國大多數咧都係嗰啲低端嘅產品為主，例如係衫褲鞋襪啊、電子配件啊、零件等等等等。但係美國出口中國嘅嗰啲咧，大多數都係以高端產品為主，就例如係半導體啊、機器啊、藥物啊。咁如果你心水清嘅話，睇到一度都唔難發現，中國出口到美國嘅產品咧都係有可替代性。咁但係反觀美國出口到中國嘅產品咧，都係比較難替代。嗱，呢一個先係重點啊！咁所以對於美國短期嚟講啊，係一定會對班美國人造成好大嘅影響。就正如你哋所講，係會物價高漲啊，需要負擔高昂嘅生活成本。咁但係長遠而言啊，當美國係可以從其他國家輸入一啲非中國製嘅產品，例如係越南、柬埔寨、墨西哥，又或者可以吸引翻啲製造商回流到去美國嗰度進行生產嘅話咧，咁雖然個影響都有嘅，咁但係會慢慢減少咯。即係你唔好話，其實佢哋依家都做緊噶啦。你唔信你自己睇下，有一班中國人走到去美國咧，佢哋都自己拍一條片同大家去講，依家有好多嘅產品都唔係好似以前咁樣有咁多中國製噶啦。隨機看一個，是不是 Made in China？ 有嗎？看是不是 Made in China？ 這是哪個國家？Cambodia，Made in Cambodia， 這也不是了，這是哪個國家 ？Made in 哪？反正不是中國的。Made in Vietnam， 這是越南產的，沒有一個 Made in China。看個鞋吧，看這是阿迪是哪兒產的，鞋子是哪兒的 ？Made in India， 印度產的。完了，就隨機看了3個衣服1個鞋，沒有一個中國產的。我原來記得這100%都是的。咁反觀中國咧，即其實長期同埋短期都真係幾頭痕嘅喎。如果今次關稅戰係令到美國通脹嘅話咧，咁我會話中國係好有可能面對通縮嘅。咁因為近呢10年啦，中國都係出現產能過剩呢一個問題，一直以嚟啊都係靠出口嚟到去舒緩呢一個嘅情況。咁你依家面對住被徵收咁高昂嘅關稅，咁你哋中國好多嘅產品都唔能夠出口噶嘛，咁點樣啦？都係得2條路嘅啫，一係你係出口到去啲東南亞國家，一係你就自己食咗佢對內銷售。咁當有好多嘅貨品短時間之內流入到去中國國內嘅市場，咁咪有可能造成通縮咯。咁而且就剛才所講，你哋中國到目前為止都只係發展中國家，你到依家都依然係極度依賴一啲勞動密集式嘅產業。咁而依家美國向你哋徵收高昂嘅關稅，係有機會令到美國短期之內通貨膨脹。咁但係你哋換嚟嘅係乜嘢啊？出口訂單數量大大減少，大量嘅工廠倒閉，外資撤出，裁員失業，消費力降級，食樹皮。夠膽你飛埋嚟我心口度啦！我一錘打死你，拋窒佢哋先得嘅。咁所以簡單嚟講啊，今次嘅關稅戰裏邊，一個咧就要被逼買一啲貴嘅衫褲鞋襪，而另一個咧係直頭俾人鉗制住佢嘅經濟主要命脈啦。咁所以你話啦，邊個影響大啲啊？咁更何況我都仲未計，人哋美國人係有選舉權嚇，佢係可以選擇究竟邊一個係做總統嘅。當佢發現 Donald Trump 係黐線嚇，影響到佢生計嘅話，佢可以選佢落嚟嘅喎。咁你反觀你班中國人咧，喂，你哋係硬食嘅喎，係好被動嘅，就只能夠跟黨走，咪即係其實跟黨走都算啦。主要嘅問題係，喂，你哋最高嘅領導人仲係小學生嚟添嘛？但係呢個真係重點啊，知唔知啊？即係佢行咗一步，你哋全部14億嘅人都要跟住佢一齊嚇承擔呢一個嘅風險同埋錯誤啊，冇彎轉㗎啦！我都唔想。
咁所以真係諗佢諗唔明點解有咁多嗰啲尤其是中國網民不斷放大呢一件事對美國嘅影響，咁但係完全係無視對中國嘅影響㗎啦。你哋又真係好嘢啊！你點樣做到㗎？咁當然我上述所講咧就只係針對人民嘅影響，而如果係從政權嗰方面去講嘅話咧，其實中共都係有優勢嘅喎，即係人哋假假地經歷過大饑荒食樹皮都未驚過啦，更何況你一個關稅戰。咁所以我會話最終受害受傷嘅就只係嗰班中國人，咁其實又關中共 Q 事咩？佢依家仲叫緊你班中國人啦一齊去捱苦添啦，扮冇事啦。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睇小中共佢嘅韌性啊，即係好勁噶，佢癲起上嚟咧，真係可以搵翻10年8年鎖國學北韓咁樣都能夠繼續生存噶，真係就好似1957年毛澤東曾經講過最多咪核戰咯，大不了我哋中國6億人，最多咪蝕一半，都仲有3億，怕啲咩啫？怕咩啊？我傷好翻晒，驚唔夠佢打？好有種，你都覺得好咧？到時你當我冇講過咯。好啊，嗱你是但揦把嘢衝入佢房就劈，我哋喺你後邊掩護你。中國共產黨永遠是每一位中國公民的堅強後盾。我哋喺你後邊掩護你。咁第二個想講嘅就係，當我一開始聽到 Donald Trump 向全球各國推出對等關稅嘅時候咧，我都真係拗晒頭啊！因為佢咁樣做我諗嚟諗去，真係對美國弊多於利嘅喎。即一嚟又令到美國通貨膨脹，二嚟又破壞國際盟友之間嘅關係，三嚟又會引嚟其他國家嘅報復，得不償失。咁所以一個星期咁我都一直留意一件事，睇下個局勢變化係點樣，同埋都想搞清楚當中嘅原因究竟係點啦。咁正當就喺4月9號，咁 Donald Trump 正式宣布暫緩對大多數國家嘅對等關稅政策90日，咁但係對中國嘅關稅咧就提高至125% 嘅時候咧，我諗我開始有少少明究竟佢想點啦。簡單啲嚟講就即係話，依家美國係試圖打破以往嘅全球貿易多邊合作規則，而到重新建立對美國有利嘅區域貿易，再的使全球各國表態站邊，一係你就繼續跟住美國揾食，一係你就扯。咁到底點解咁樣做呢？第一個嘅原因就係因為世貿嘅作用已經大不如前。咁大家都知道啦，就係以往美國係主導世貿，並且係推動全球嘅市場開放、公平貿易、貿易自由化。但係自從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之後咧，就開始出現變質啦。簡單舉一個例子啦，就係中國政府近年透過大量補貼資助國產車嘅發展，等佢哋可以用低價戰喺全球度競爭。其實已經係有違公平競爭原則。而奈何嘅就係世貿對於中國根本就冇約束力，形同虛設。再加上一直以嚟中國嘅市場都係局部開放，咁而且又訂立各種不平等嘅規則，例如係要求所有嘅企業嚟到中國發展要必須強制轉讓相關嘅技術，而最後好多時都會俾中國 copy and paste 出嚟，再用低價戰喺全球競爭。所以世貿嘅作用根本就已經係冇撚用。第二個原因就係中國違背以往嘅承諾。咁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啦？即係點解當年中國係可以加入世貿啊？咪就係因為美國咯。咁當時中國政府係承諾咗啲乜嘢啊？就係要推動中國嘅市場改革，融入國際體系，甚至乎最終係朝向自由民主嘅方向發展啊嘛。有冇印象啊？記唔記得啊？咁但係依家都過咗成20幾年啦，你哋中國未嘗有一鑊做到過嘅。咁最後第三個原因就係要維護美國嘅霸權地位。我以往都經常強調啦，美國有霸權，中國有霸權，其實係視乎你究竟願意跟隨邊一個，又或者係想點樣生活嘅啫。咁所以由中國加入世貿，令到中國崛起，再到後嚟又享受住各種嘅優惠待遇，又不斷對外擴張，又搞一帶一路，搞高科技，咁試圖同美國對抗，甚至乎建立美國霸權以外嘅一個中國霸權體制。係啊，你係可以話美國好霸道㗎。咁但係會話每一個嘅大國係會想俾人食住咯，美國如是，中國亦都如是。換作係今日，如果全世界都係由中國做主導嘅，你試下美國咁樣主動挑戰你中國嘅霸權地位，你睇下中國肯唔肯，制唔制得過，會唔會打沉你啊？咁所以簡單嚟講就真係話，人哋依家美國開始睇清楚你哋中國嘅野心，即係既然你哋成日都唔跟規矩玩嘅，得冇問題，咁我都唔跟規矩玩啦，大家鬥無賴睇邊個無賴啲咯。咁所以根據我嘅觀察啦，我會話今次美國一個舉動，即係其實加關稅咧，就只係一個煙幕，而最主要嘅目的就係要區分究竟邊一個係敵係友，而區分咗之後咧，就開始同美國嘅盟友建立區域貿易，將一啲唔支持美國又或者可能同中國一齊嘅嗰啲國家排除在外，打破以往嘅全球化多邊合作模式，咁啊試圖重新塑造美國嘅世界新秩序。咁所以長遠嚟講啊，即係如果呢一件事繼續發酵落去嘅話咧，好有可能令到全球係出現兩套獨立嘅供應系統，一套係圍繞住美國同埋嗰啲盟友，而另一套咧可能係圍住
中國又或者佢啲盟友啊。咁之但係當然個大前提係要中國唔願意妥協先啦。即係如果中國係選擇妥協嘅話咧，喂，其實先係對美國利多於弊。咁更何況 Donald Trump 一直以嚟都強調同習近平係好朋友嚇，又想同中國合作。咁其實你大概睇得出 Donald Trump 之所以對付中國，其實就只不過係想中國屈服於美國之下，而令到佢可以爭取最大嘅利益。咁之但係同人權啊、意識形態呢一啲都係冇乜太大直接關係㗎。咁所以希望大家都唔會有咁多嘅幻想啦。OK。咁最後第三，我想回應埋啦，即係其實一件事都可以好簡單咁樣解決㗎嚇，就係中國只要認衰仔，屈服於美國之下，同佢妥協嘅話就冇問題㗎啦。咁但係點解中國佢唔敢做咧？坦白講句，其實主要都係 timing問題嚟嘅啫。如果一開始中國選擇妥協嘅話咧，都仲 OK 嘅。咁但係去到呢一個 moment 先選擇妥協咧，就唔係冇可能，但係可能性好低咯。咁因為佢依家先咁樣做咧，背後所承受嘅代價係一定大到撲街啊！咁一嚟依家先選擇妥協咧，其實係等同宣布投降冇分別㗎。咁所以係好容易俾嗰班小粉紅反噬，動搖到中共政權嘅危機，會令到習近平嘅地位不保啊，大佬。二嚟就一旦中國屈服，往後就只會繼續屈服。咁而一個咧，中共亦都係不樂見。三嚟就其實中國近呢幾年啊，都已經做緊去美國化。由2020年開始，中國已經係積極推動國產化發展，例如係晶片啊、系統啊、設備啊、汽車國產化等等等等。咁雖然都係會受到一件事影響㗎啦。咁但係最起碼都有幾年嘅準備啊，令到佢哋面對今次嘅關稅戰都唔會手忙腳亂咁樣咯。而最後就係隨住全球嘅經濟增長放緩，尤其是係中國嘅經濟越嚟越差，就搞到社會民怨沸騰。而一件事又正好俾中共可以利用民族主義嘅情緒團結大家對抗外敵，將中國所有嘅問題，包括係失業、賺唔到錢一啲問題咧，就推晒美國身上，對中共係絕對利多於弊嘅。咁所以一件事，除非短時間之內出現以下呢幾個情況，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喂，中國真係可以同你美國玩持久戰噶喎。喂，大佬，中共真係癲噶嘛？喂，唔係講笑噶嚇，你睇下佢經歷咗嗰啲大饑荒啊、文化大革命，都依然仲有咁多嘅中國人走出嚟支持佢，你就知道佢變態噶啦。咁所以得罪講句啊，萬一真係有啲咩事嘅話，佢真係可以夠膽死推啲中國人出去死都冇問題噶。嗱，咪住先啦，我冤枉噶。怕咩啫？反正都唔關嗰啲中共權貴事嘅，都係班中國嘅基層死啫嘛，係咪先？嗱，咪住先啦，我冤枉噶。咁所以到底呢一件事最後發展成點樣呢？咁我哋就唯有繼續觀察啦。OK。咁啦，咁今日講到先。咁今次呢件事上面，即係雖然都存在有好多嘅未知數啦，始終大家都知道特朗普佢嗰啲政策經常都係咁變嘅，搞到人哋都好難捉摸，唔係講笑。但無論點都好啦，即係無可否認，依家關稅戰就已經係進行緊㗎啦。即係老實講，受影響嘅咪又係嗰啲基層。咁對於嗰班美國人啊，即係無論你哋係咪支持 Donald Trump 又好，點都好啦，咁你哋就用選票去決定咯。咁但係對於嗰班中國人咧，咁就真係冇辦法啦。係啦，我覺得你哋都點都要硬食㗎啦。咁所以我衷心建議你哋班中國人，尤其是嗰班基層咧，真係好好學定點樣做光合作用啦。如果唔係，我都唔知你之後點算，係咪啊？產能過剩、工廠倒閉、失業，哇！大佬你真係生活在中國，你們就偷着樂吧。咁最後啦，咁睇下對一件事點睇咧？咁有趣觀眾亦不妨喺下面同大家分享啦。